法蘭西有聲好書推介。唔知情緒價值對於你嚟講重唔重要呢？可能你會話情緒價值唔關我事喎，我係一個理性嘅人嚟嘅喎，你就錯啦。其實情緒價值唔關任何性格嘅人嘅事，其實每一個人都需要有情緒價值。點解呢？其實所有關係嘅建立都係同價值互換有關。咁先講情緒價值嘅價值啊。其實分咗好多類嘅，亦都可以分為隱性價值同埋顯性價值，亦都可以分為情緒價值同埋物質價值。情緒價值同埋物質價值係相對嘅，情緒價值大多為隱性嘅，而物質價值幾乎都係顯性嘅。關於物質價值，我哋通常可以理解為外在價值，佢涵蓋咗就好似係個人嘅顏值啦、身材、財富狀況、家庭背景等，佢有一定嘅衡量標準嘅方面。而呢一啲構成咗顯性嘅物質價值，但係需要注意嘅係，某個事物所具有嘅顯性價值並唔係絕對固定嘅，而係深受人嘅主觀意志影響。心理學家阿德勒曾經提出咗一個觀點：事件本身並唔具備決定性嘅意義，一個人對事件所持嘅態度先至至關重要啊！換言之，唔同嘅物質在唔同人嘅眼中，佢嘅價值都有所不同嘅。例如世界上並不存在住一個普遍公認嘅最漂亮的人，呢個係因為每個人對於靚嘅定義個個都唔同。喺一個人眼中極為非常之好嘅容貌啊，喺另一個人睇嚟可能並唔係咁吸引。符合某人對於靚嘅定義嘅人唔止一個。既然一個人嘅物質價值或者外在價值具有可替代性，咁我哋喺關係之中感受到嘅不安全感，咁就不足為奇啦。情緒價值指一個人能否讓到人哋嘅情緒變好嘅能力。情緒價值難以估代，都唔可以替代。一個人俾別人帶嚟嘅情感感受係獨一無二嘅。人不知故，曾經滄海難為水，就係呢個道理啦。如果你能夠為到人哋提供積極嘅情緒、正面嘅影響，能夠俾到人哋鼓勵、理解、信任同埋關心，從而令到對方感到快樂、開心或者愉悅，咁樣你嘅情緒價值喺對方甚至係周圍嘅人眼中都會好高。當你為到人哋提供嘅積極情緒遠大於消極情緒嘅時候，你就具備咗為他人提供情緒價值嘅能力啦。喺一段關係裏面，情緒價值高嘅人掌握住主動權，無論係友情定係愛情，只要雙方嘅關係有至少一個人具備住高情緒價值，呢段關係嘅容錯率就會好高。因為情緒價值高手就好似係掌舵手，就能夠象徵住你哋嘅關係嘅小船穩穩陣陣咁樣向前。就算偶爾有啲嘅鬧交啊，呢啲嘅小風浪，只要佢哋一出手，關係都能夠迅速回穩，唔容易沉船啊。相反啦，情緒價值低嘅人成日散發住負能量，就好似船上面多咗個漏水嘅窿，佢哋只係識得去索取，唔會修補，慢慢咁樣關係嘅小船就會被負面情緒浸沒啦，最後只能夠眼白白咁樣睇佢沉落去。所以我就話啦，情緒價值高，關係穩如泰山；情緒價值低，小船說翻就翻。今日嘅呢一篇嘅文章啦，講到情緒價值，哇，真係對於每一個人嚟講都係非常之好重要嘅一件事情啦。咁樣今日時候咧，我哋嘅價值喺呢個社會教導我哋嘅時，香港呢個地方啊，我哋要揾到一啲嘅顯性價值啊，呢啲先至係俾人見到啊，財富啊、名利啊、金錢啊，呢啲先係最重要。其實可能未必個個都會諗啊，隱性價值可能對於一個人嘅深度啊、內在啊，其實先至係最重要。呢樣嘢唔係個個可以取代得到嘅，我覺得呢樣嘢。喺顯性價值，可能你會喺度俾人哋嘅，可能係一啲財富啊、有冇錢啊、家庭背景啊、身材啊咁樣。但係你俾完之後，會有更加勁過你嘅人，一山還有一山高。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啊，對於可能好多香港人追求緊嘅嘢，係咪真係咁重要呢？咁樣咁反而我就覺得啊，呢啲追求一個隱性價值，呢個先係一個令到人會成長啊、內裏嘅人哋攞唔走你嘅一樣嘢咁樣。咁所以呢，呢一個隱性價值呢，其實啊，大家追求緊啲乜嘢呢？大家追求緊一啲可能俾人哋見得到嘅嘢，但係都好容易俾人取代嘅嘢啊？定還是你會想追求一啲冇人可以攞走你嘅嘢啊？可能係知識啦，可能係點樣培養到自己成為一個情緒價值高嘅人啦，咁樣可能係俾到人哋一啲嘅高情緒價值嘅能量嘅人啦。有時候可能聽到好多人放負咁樣，其實都會拖低咗一個人嘅情緒價值。可能一個人係會感染到另一個人咁樣，咁但係有啲嘢
嘢就係俾人哋提供一個高情緒價值，俾多啲 advice 人哋，或者係一齊同佢同行咁樣。咁呢件事就會哇，咁人哋就會好想去同你去相處，咁呢件事就會變得更加開心咯。咁所以就我覺得呢個追求一個高情緒價值咧，其實先至係我哋嘅人生嘅目標。雖然我都係有時候係㗎。真係容易㗎，咁容易俾人影響。好多時候就係我哋係追求一啲顏值啊、身材啊、家庭背景啊呢啲人哋個個都見到嘅嘢，但係呢樣嘢係一定俾人容易取代得到嘅咁樣。咁所以就係你要成為有一個主導權喺度講到，咁你就要成為一個情緒價值高嘅人啦咁樣，咁你先至係嗰個攞得嗰個鬧啊，嗰個掌舵啊咁樣，咁就唔會咁容易沉船啊咁樣。咁所以就呢樣嘢係會影響到你一生咁樣。咁所以就點解咁多人話情緒價值真係好重要啊咁樣。咁所以就係咯，呢個今日就想講下關於點樣定義情緒價值呢？其實每一個人都係咁重要嘅，唔係話即係呢度個標題好好嘅，無關公主病，世上所有人都需要情緒價值。咁所以就係希望大家都會即係唔係淨係一個好理性嘅人，冇情緒嘅喎，唔係㗎。其實每一個人都需要嘅，因為點會冇情緒啫？即係其實你身邊嘅人都會有情緒㗎嘛。咁其實呢樣嘢就係一個人同一個人之間，兩個人之間去到會有一啲嘅影響，相互影響嘅啫咁樣。咁所以就係呢個情緒價值對於每一個人嚟講都咁重要嘅咁樣。咁講住嚟呢度先，下集再同大家講過，拜拜。